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直播。2020第10届立委选举愈来愈接近啊。那么咱市民新声节目呢，我会针对着咱台南市6个选区以邀请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理念，也个因的政见。今仔日呢，咱邀请到的是安定力量的2位立委参选人，即马就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咱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参选咱台南市第5选举区的立委参选人。现在我们就欢迎李伯利牧师。大家好，市民心声，大家来听。我今仔日会当来到这，真欢喜，甲大家台南市的民众来问好。我是第5选区立委参选人李伯利牧师。好，欢迎李牧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呢，是参选咱台南市第6选区区的立委参选人。那我们欢迎李敬豪总召。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选你真好，选你真好。我是第6选区的候选人李真好。好，你真好李静好，你真好第一个你真好。好，那我们非常欢迎2位安定力量的参选人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么可能呢，很多咱的观众朋友可能对2位他比较不熟悉嘛，所以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彻底的了解你们，多一点认识你们，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要把选票投给你们。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从第5选区开始好了哈。李伯利牧师，其实呢，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的资料呢，对你感到可能很多人也会感到很好奇，然后我看了以后觉得哇，好讶异！我今天访问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呢，一少年的时阵不学好，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位非常棒的一位传道的牧师，但是呢，他做了牧师以后又投入政治，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我们请李伯利牧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第5代基督徒的家庭大汉的，所以我自细汉上教会对我来讲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份。我伫17岁的时阵，因为我妈妈真正足疼我，所以伊足用心伫我的生活当中。但是我这个囡仔吼，真特别啊！我有足侪家己的想法，所以迄阵无捌代志，所以袂谅解的是大人的疼心。17岁我就离家出走。哇！有10年久的时间啊，坦白讲10年久嘛，算还好。但是迄10年久该做的嘛拢做啊。而且27岁的时阵因为上帝来，互我有一寡感动，改变我的心。我唔是用立志行善，是雄敢若我一直咧过生活，我突然良心发现，所以我就放下那过去我所追求的生活，开始去食头路，开始学习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12年久吼，我甲社会上非常低贱的人，很破碎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跟一般的教会的形式不太一样，就是讲伊有经历过偌大的破碎，看起来偌奇怪，大家偌愈固执的人吼，这阮教会拢是这种，所以我会当去搁较深，会去感受到讲一个家庭对囡仔的重要。伊为自细汉，伊接受到什么款教育，伊大汉他就会长成。他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之下成长，他可能爸爸妈妈有的在黑道，有的是舞女，你知道他们的内心就非常的自卑，没有安全感，会很想要伪装自己。但是这种孩子的内心是很封闭，是很脆弱的，因为他们去到哪里，社会拢甲鼓转。所以，阮甲这种人做伙的时阵，阮用时间，阮讲疼。但是疼是有温度，疼是爱经过考验。疼就是讲，伊发生代志，咱搁伫边仔甲接纳，咱搁伫边仔陪伴伊，互伊真正知影讲，咱是愿意甲伊做伙，毋是因为伊的表现。所以当中，阮了解着讲，家庭甲教育绝对是规个国家上界重要的根基跟根本。但是在2013年，咱的同婚法案开始咧推动吼，阮安尼一起致力反同婚。我们不是反同性恋，其实我牧养非常多的同性恋，我们陪伴他们。就是世人觉得有一点奇怪，他状况太过再差，我们都愿意陪伴，都愿意付出心血、时间、金钱来陪伴他们。所以，我们不是反同性恋，我们爱同性恋，我们尊重他们，我们接纳他们，我们甚至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他们。但是，同婚法制化不一样。
当同婚法制化的，会远远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所以，我是因为其实5月24号，咱的同婚法案实施，迄天还有安定力量的政党，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去年765万票，咱非常微小的声音诉求一男一女。对，这个一男一女是咱的本分，是咱几千年来一直拢在做的代志。但是咱700几万票诉求这个足微小的声音，但是政府无听到，所以阮是因为安尼出来，为了阮的后一代，为了大家的后一代。所以是因为安尼才来参选。是。然后知影进前，你敢若因为讲吼有讲过，就是说其实政治这一条路，你其实蛮害怕的。是。但是你还是勇敢的投入政治，对不对？我会勇敢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如果没有人投入，状况会更差。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是3代、5代之后，可能就没了。你知道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讲，这个比喻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但值得我们深思。她跟我讲说，牧师，譬如讲咱是畜牧场的主人，为今麦开始，公的跟公的会当交配，母的可以跟母的交配，但是没有繁殖能力。请问这个畜牧场的结局会怎么样？倒了。会倒了。咱台湾去年吼堕胎数50万，黑数啦吼50万，黑数生17万，生3个生1个，哇，已经生有够少啦，离婚率非常的悬啊，这个有婚姻状况的已经真少啦吼，你搁互伊开一条路，互伊去尝试，大汉啊，咱尊重伊选择，但是囡仔的时阵，咱袂当甲诱导，袂当甲引导，袂当开条路互伊行，所以阮是因为看到这个危机。哇，那如果危机我都还不站出来的话，那我凭什么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爱上帝，我真的爱人吗？那我必须要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的站出来。所以这也是安定力量成立，然后我们李伯利牧师呢要出来投入政治最重要的原因。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6选区的这个李金鹤、李金豪，我们总召呢，那你是不是也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金鹤，选真好，真正好。我几年前啦，我是伫咧一个社福机构咧担任主管，这个社福机构拢是咧照顾一寡社会较送乡的人，包括是中低收入户、隔代教养，还是单亲、外配，这个囡仔。阮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其实是认捌足侪伫咧这生存线上载浮载沉的人，大概是2礼拜前我的一个学生今年应该是21岁但是我差不多是几年前伫迄个机构，我一个朋友甲我讲，伊自杀了自杀原因是因为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法制化以后伊有惊袂出来的状况，再加上精神有一些状况，伊就自杀。总是我听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感觉讲，伊的妈妈一定做伤心因为伊是跟伊的妈妈2个人是相依为命而且是真送乡的一个母囝伊妈妈我相信这规个心拢破去。尾我伫这个过程中间，我伫2当前啦伫2当前是一群牧师因。私底下去劝这个同婚的立委挺同婚的立委王定武，劝伊莫去签署这同婚的法案不要当这个联署人纵使减伊一个人，伊若愿意撤签，其实大局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啦纵使也让对伊的南关线的选民来做一个交代，纵使今仔日王定武迄个时阵迄个时阵伊无听这个牧师的口劝嘛很高调的倡议这个。同运性解放、同婚的这种文化，伫咱的国家所以迄个时阵，这个牧师的组一个团队出来甲罢免大概2当前迄个时阵，我就是这个罢免的发起人阮就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伫个永康、宁德、桂林、梁家、关庙这所在咧甲做罢免罢免甲一个阶段，爱家公投就启动了，全国性的爱家公投就启动因为阮的同仁阮的伙伴拢是义工拢是志工，伊毋是招劳工所以变成讲，阮在那个挣扎里面，阮就全部把这个罢免的这个定数先暂时告一个段落，阮就全部拢进到这个爱家公投的行动。所以去年伫
台南的37区吼，阮是规个团队喺37区，包括什么北河啊吼，后壁这些所在，阮拢安尼走。南关线嘛有走，啊，就是咧塞这个爱家的公道，阮就是希望这个爱家的公道一定爱过。总是真遗憾啦吼，阮唔知讲政府会当这样的漠视民意、践踏民意吼，讲这个人民是政府的头家吼，这伫这几冬来吼，我真正有一个足深刻的体认，就是人民敢若投票迄天，才是政府的头家，其他的时间拢唔是，因为选起哩，这人要安怎为非参者。这人要安怎只是甘于成为一个政党的鹰犬哦，这甘于当一个党代表，伊背弃了伊南关线的选民的托付哦，所以民意代表咱甲念10届，就是代表民意，这个咱做民意的代表。当今仔日你无法度哦跳脱你内心的这个决定哦，你甘于当一个党代表的时阵哦，这就是我今仔出来参选的原因，总是。伫个去年爱家公投案结束了，甲这段时间的参选哦，这当然嘛是有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中间足侪故事啦，就是讲甲5月17号，咱国家这个同性婚姻法3读通过的迄天，我的从原本的抗拒啦吼，到我就甲我的上帝讲啊，真正这个部分爱需要出来担我愿意。那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每一个阶段，都有人咧问啦，总是我甲5月17号的时候，迄个时候我就感觉讲，我应该出来担这个部分。啊，甲今仔日，我的心情是越来越坚定，因为我感觉讲，这代志一定要有人出来担啦，因为咱真正咱是民主的国家，咱不是独裁的国家，咱公道的民意需要被尊重，因为人民是政府的头家，这句话不是口号，这个话是应该要被落实的。所以你就决定出来，就是要挑战这个王定宇嘛，是不是？是。好，所以就是在第6选区的部分，那目前就是说有王定宇，然后还有洪秀柱，然后再加上李锦赫、李静豪这个参选人。好，那2位都是这个安定力量的候选人，对不对？那安定力量主要的诉求，这个反同婚，那这个部分，你们一位是牧师，那一位是总召，就是说2位的其实你们的背景什么都不一样，那你们对这个反同婚啊，你们是不是可以再表达一下你们比较深入的看法，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其实简单讲哦，不是叫做反同，我们是爱家。你们是爱家，要讲爱家，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把这个就是反同性恋跟反这个同婚，会把它搞在一起，就是说，你们是排斥同性恋，所以你刚刚也讲说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是爱家，所以昨天我在扫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男同志，对，我在跟他 say hi， 我不知道他是男同事。安尼我就看伊的面怪怪，啊第2届，那伊个徛转来，我赶快搁甲说，搁甲 hello 安尼，搁甲你好，伊的面嘛怪怪，我去继续行一段时间，伊都停伫遐等我，伊甲我讲伊是男同志，我甲讲吼，伫即个话题咧诉求的当中，去得罪到因，请伊谅解，但是我会当摸我的心，包括我这几冬所做的，确实讲我不是反同志。对，我伫2礼拜前去开山经因的庙会，拄着我一个20几冬的同志的好朋友，阮非常的好，伊过来就甲我揽咧。对，我看伊足欢喜，我讲歹势，我拍这个议题，你也无谅解的所在，你也知我同款爱你。伊讲我知影，咱2个之间的感情这是无问题的。所以阮即届出来，啥那阮2个过去的背景遮无共，佮共款做这件代志，我要讲的是爱家超越党派。爱家超越蓝绿，爱家超越宗教，爱家超越各行各业。每一个有家庭的，我们都知道家庭的重要性。是，所以这个其实以现实面来看，困难重重。但是以去年的爱家公投来看，坦白讲，我们没有财团的支持，我们没有政党的支持，还是打出一场漂亮的选战。原因不是我们能，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爱家。所以你知道这些婆婆妈妈。哇，爸爸妈妈厝边头尾，真正拢是因为来，这唔是支持你啦，是我子孙的代志，全部安尼总动员做伙为家庭来发声。所以这个我讲，这叫做爱家绝地大反攻。对，所以安定力量主要诉求就是爱家嘛，是不是？是因为这个
5月17号这个同性婚姻法，然后当然在执政党的包装下，叫做4至748号的施行法了它实质上就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同性婚姻法而且它在后面的几个条文里面大量的准用民法大量的准用民法，事实上它跟动民法已经没有两样那个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同性婚姻法那我们在5月24号，就是在1个礼拜后，我们就是成立了安定力量这个政党那现在是孙继正先生，他是我们的党主席那他在2年前也是罢免同婚立委黄国昌在那一个汐止七星区那边就是做这个罢免的动作。那我想安定力量它不是议题设定正确的问题，它是里面有一群人是在这个爱家，在维护我们的婚姻、维护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件事情上，这个议题是不需要设定的。这些人是用生命在捍卫，这些人是用生命在做一个见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设定议题是说，今天我对这个议题我都没有感觉，所以我得找几个正确的议题来设定、来操作。安尼我个感觉安尼政治人物个算是有良心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这些价值。因为我甲足侪乡亲讲其实咱拼经济、咱欠钱，拢是为了咱后一代。但是咱后一代若稀微去，咱拼经济是咧拼心酸的。咱后一代若稀微去，嘛免强来甲咱统治咱家己就规组害了了。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超越蓝绿、超越统独的议题。去年的得票数将近800万，这是一个超越历任总统的选票，这就是已经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超越蓝绿、超越统独的一个议题，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议题。所以其实投这一票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在投票，不是为了这一个某一个党或是某一个利益，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为咱的家里是谁的投票。我们是在这个价值出来的，是，所以其实你们都主要就是说推动这个爱家公投的嘛。那当初你们推动的这个动机，然后你看其实得到这么棒的一个回响，你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这个部分？爱能够创造奇迹，所以这么棒的回响完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坦白讲，我们觉得困难重重，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发现其实台湾的民众看起来有些是默不吭声。但其实它里面是有感觉的，是有感情的，尤其在这几年，有2大党的兴起。我们以前是被2大党恶斗，蓝绿恶斗，真正拿力把咱台湾的资源20几年来所赚的，哇，所以世界风光的完全拢吞吃去。但是今嘛有2大党的兴起，叫做讨厌民进党，要教训国民党。这2大党的兴起，加上有一个爱家，是超越所有议题。我感觉这个爱家动员会个出来。对啊，所以你的看法也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我感觉讲咱国家足侪像一寡阿公阿嬷，一寡因为本来这是正常的。今仔我来让理解讲，一个立委，也是讲每一个会期，但是看伊咧创啥，其实一寡市井小民、士农工商，咱逐工拢为咱的家庭咧走总咧赚。咧拼，总是咱希望讲，咱是一个摊生济好徛起的所在咱莫去行迄绝囝绝孙的路嘛。但是这种代志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这是上盖顺天，这上盖自然不过的事情。到今天居然要被讨论，居然要花这么大的心力在这个当中内耗，这是我感觉匪夷所思的代志这我想起细汉的时候听一个故事，国王的新衣，敢若袂输，敢若做单纯的，看咱的老百姓，去年765万票支持爱家公投这老百姓，因可能无读足悬的册，但是因就是感觉讲，这性别议题就是查甫查某两种性别你这政府就是黑白咧侮辱这样物件，反而他旁边的这些政府执政党边这包括大法官包括这立法委员，因唔知影，为了这种文化，为了这种同运性解放的代志，在那边擦脂抹粉，还把它弄成一个这个粉红经济的东西。所以我感觉讲其实经济的议题要变经济，伊是有一个前提因为百业都需要有人潮，所以这个问题卡伫咧讲今仔日咱若百业萧条，咱台湾若无人的时阵，咱变经济真正是咧变心酸。而且这个另外做一个比喻啦，今仔日这一张大张的树假设这是一种果树，包括是苹果还是水蜜桃，一当一收，一当一收来对这个经济就好像是那个果实。
哦，我有一寡农民的朋友啊，讲啊，今年天气足歹的，啊收成敢若收3成尔，总是这张树啊活咧，就有5万嘛。但是咱婚姻家庭是这张树啊的啥物？这张树啊的根呐。今仔当有一些政治人物要甲咱的根，要甲咱的根，要甲斩掉，要甲挖起来的时阵，这张树啊是死去呢。我若当前麻豆淹水的时阵，有一寡麻豆的油啊老丛是，毋是迄当的收成无去呢？是规个老丛的规个根部烂掉，规个挖起来，个顶砍掉重练啦，全部顶头来啦。哦，所以我感觉讲，做这议题是真的，做这议题是假的。哦，但是总是我感觉讲，伫咱的国家，做这老百姓是善良的，伊的心嘛知影讲，婚姻跟家庭这代志，这是真实的议题，少子化的议题是逐工咧拖磨咱的国家的一个。不是只是经济问题，它是国安问题所以我感觉这个议题，它不是设定正确的问题，它是所有一群很潜在的选民，他们愿意用生命来捍卫的议题。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同婚法呢，它通过了后嘛，其实有的人会讲讲，哎，这一个法案咱通过，有的人他其实不知道说这个通过会对我们的家庭伦理，对不对？还有一些我们就是传统婚姻方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到底影响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民众再比较详细的说明？就因为你本身是牧师，应该遇到类似有那种相关的经验嘛？你知影囡仔吼，咱甲讲雷蒙的感觉，食的迄个感觉叫做甜的，伊就当作甜的。所以囡仔是张白纸啊，伊是完全没有辨别能力。你甲讲甜，伊就讲干嘛是甜的？伊当作迄叫甜的嘛。所以讲咱尊重，但是咱袂当开一条路，互伊去尝试。他完全不清楚的状况之下，伊也唔知影什么叫做同学的爱，什么叫做兄弟姊妹的爱，甲爸爸、甲老师的爱，他不了解。不了解你，还会当啊讲，你会当去试看卖啊，你可能有这个倾向你会当查甫甲查甫试看卖，查某甲查某会当试看卖啊。囡仔就会去试，囡仔就会去试。对，其实有一寡新闻是安尼因讲因去便所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是他在上课，所教的。所以是大人实在发生这个问题，奇怪，我的囡仔，阮交托互教育，交托互学校，哪会变成这个问题出来？所以讲，咱咧做一个防堵的工作啦，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最近看到咱有一寡立法委员，因一直咧讲因的政见，讲因的政绩啦，种政绩就是讲伊帮倒业咧争取偌济预算，但互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谢因会当。帮咱争取这预算，他们有尽到他们的本分。对。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看，敢若是父母官就是爸母嘛，爸母起一栋厝要来送你，水当当。姑且咱莫讲伊内底的水管咧漏水。咱台湾属实的结构内面是暗窗有够济啦但是敢若起一栋厝要送你，但是伊所做的是要互你绝囝绝孙。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而且这一个同婚法案通过之后，有一连串的法案，暗度陈仓的法案。所以咱到一个立法委员，伊这4年久伊所审的案件，咱唔知影，因为咱已经把这个权柄托付给他，咱逐工事农工商非常的无用。但这4年久伊所审的逐条法案，拢是关乎全民所有的老百姓。这个大案件已经曝光啊，大案件有700几万票的诉求啊，伊同款安尼个甲冲过，后壁伊有非常之济的骨牌效应，会完全摧毁咱的生活。所以咱将士经无出来主动的话，到几年后已经袂赴啊。对啊，所以如果你若动算的话，就有法度把这个问题解决吗？这是阮的核心的本务，我嘛是为着这个原因才出来参选的，无讲真的，阮的生囝家人。我讲真的，我嘛是有一个正常的头路，无需要出来担这。总是我感觉讲，今仔出来担，咱就坚定来参选，嘛做一个最好的铺陈结果咱也入去立法院为大家来服务，这是我们核心的本务，这嘛是安定力量成立政党的原因嘛，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宗旨，我们不能背弃嘛。我们无像一寡政党。伊坚持台独，但是尾仔伊甲这个公道法甲废掉，甲关断去，就是讲，做这拢是咧欺骗社会啦。我感觉讲政治人物那全部什么拢无啊，至少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会当真诚的面对你的选民啊，袂啦。你会让被人家检验，你是不是可以真诚的面对你的选民？
所以我感觉这是我去里一定是要把这代志处理掉的，而且我相信，阮背后是有765万的选民在给阮支持的。啊，咱是民主的国家，本来就是这个少数要服从多数嘛，看变成现在多数要去服从少数嘞。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民进党政府伊乃当好好啊，把去年公投的结果落实，伊今仔袂遮歹选。这是真正，所以我讲你讲今仔有人讲，因结婚牵你什么代志？这是一个文化的部分哦。我讲真的，我最近我一个亲自遇到的一个例啦吼。我一个好朋友来甲讲静豪，我的儿媳妇招楼啊。我说为什么招楼？因为5月17号同婚法案过后了哦。伊是讲前阵子，伊无记啊，前阵子同婚法案过后，我这个儿媳妇她就回去找她的女伴了。把我的儿子跟小孩都抛弃了，做痛苦。总是我感觉讲，今仔日有人讲别人结婚跟咱无关系，我讲这绝对是有关系，这绝对会断开的。因为我伫咧草地，我面对乡亲，我讲个上粗的话嘛，我就讲今仔日2个查甫的生日要等去后头的时阵，这个当事人的哥哥是要叫阿伯啊，叫阿姑，你边仔的人头壳就戆啊。你的厝边头尾头壳就戆啊！奇怪，这个哥哥是叫阿伯啊，叫阿姑。这种代志慢慢啊摊开啊嘛。包括你讲今仔日做者有我一个玻璃牧师的朋友，讲转来讲一个细汉囡仔女同学，这玻璃牧师在这样讲啊，讲甲因爸爸讲，爸爸我将来要跟女同学结婚。爸爸做生气啊，讲你想跟女同学结婚？跟学校老师说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文化的东西是潜移默化，是不知不觉，而且是全面的渗透。你要看早当前无智慧型手机的时，上海滑手机滑到去弄电火条，上海滑手机还抓宝，拢无这样文化嘛。但这些文化是慢慢在影响着我们。虽然把就开始慢慢好像视力变差了啊，那东西是在3C 产品嘛，但是这是不知不觉的温水煮青蛙，这是做严重的代志啊。这最后一条路就是绝囝绝孙啊。对，其实刚才讲到说，那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说，他要跟他女同学结婚。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啊，有时候都会说，我讨厌那个臭男生啊，他们就会以为说，我跟女生比较好，然后他就误以为说这是爱情，是不是变成是会有这种问题？对，真的他们会错乱。你知道我去年的8月20号，迄天礼拜日，阮教会要出去佚佗，前一暝吼，我走去家乐福，我都想着我有一寡物件无买。所以暗时啊12点外，我走去家乐福，樱花路做大栋嘛吼，为2楼入去，行到1楼要结销的时阵吼，我想地角有一个问题，惨啊！同性伴侣比异性伴侣还多。在家乐福看到晚上12点多，当然是比较晚的啦，真侪人拢咧休息啊。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对咱的国家真无健康，因为同志教育的关系。就细汉甲讲探索啊，就细汉甲讲你会当去试看卖啊。咱咱伫今年咱5月17号吼，迄天6个立法委员投票迄天啦吼，投你是否同意同性婚姻合法登记的迄天。迄天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叫做 HR5法案，禁止传讲一男一女是正确的，禁止传讲。一男一女是正确的，无管你是牧师、你是老师、你是爸母、你是谁，伊拢禁止。但是美国是联邦参众议院制，所以众议院通过啊，伊参议院有哪爱闯关。但是咱台湾一直咧崇洋啊，敢若是美国咧做的，咱就吸收；敢若是美国所讲的，咱就完全咱希望要争做第一。所以有足侪物件，才要摧毁咱的后一代，是咱完全无清楚的。但是5月20日，我认为这个门拍开啊。是要互所有的民众觉醒啥？毋是政党咧互咱食饭，毋是政党咧维持咱的家庭生活。咱台湾，我感觉这几十年来，因为蓝绿，互所有的单位分裂，翁仔某讲到哪里就冤家，爸仔囝讲到哪里就冤家。这个议题咧，伫所有的单位、伫公司、好朋友讲到哪里就冤家。团结就是力量哦，咱细汉的时阵所教的，结果这个国家谁哪会没有力量？因为被蓝绿恶斗，被意识形态的操弄，所以我感觉5月24号是要透过这个议题，互台湾的百姓向搁醒转来讲，真正一个国家的根本。我发生问题的时阵，毋是政党咧帮助我，是我家庭的人咧陪我，但边啊咧甲我扶持，咧甲我鼓励。家庭较会当因为政党、因为政治去造成分裂，去歹面相看。我感觉这是台湾觉醒的时阵到啊。
好，那安定力量的诉求的讲哦，我爱家嘛，对不对？啊，你们主要都是打这个诉求，那其他就是好，那包括说在第5选区的部分，好，就你的对手有这个民进党的林俊宪、国民党的蔡淑慧，然后5党的反蓝铁那个战将嘛，哈，陈志小。好，那面对这些，那尤其是说在台南哦，这个绿的已经是很久了哈，那尤其是林俊宪可能也是在这边打了很深的基础。那你觉得说未来你们选战就是只有打一个爱家，有办法赢过他们吗？这个有办法赢过他们，对阮来讲，阮是非常之有信心，很有信心。哦，当然专业，阮需要努力。因为阮也毋是要按这个以前咧为这个政治咧做规划啦吼，所以专业上我感觉需要努力。但是我感觉无论你伫什么岗位，上重要的专业是本分，但是更较重要的是诚实。诚实，你要诚实的来面对社会大众。你要在台前，在幕后，其实你要是一样的人。你要公开，你要透明，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你要对你的选民负责。你爱做民意代表，民众意见的代表。啊，那765万票的民众意见，你都无法度代表啊。安尼你要怎做叫做民意代表？什么叫民主国家？人民做主。啊，那765万的人民无法度做主啊。安尼我感觉这人民都爱去思考啊。对。好，那你在第6选区的部分，就是由你之前2年前发起罢免的王定宇，然后国民党又派出他们，之前是党主席的洪秀柱，你来看你的选情呢？我感觉讲吼，这是一个板子啦吼，这是伊的这个分析的区间是伫今年的8月6号到8月12号啦吼，就是朱姐伊讲伊要参选的时阵的这个分析吼。那这一个分析里面，我看了讲，其实作者嘛是无表态的部分嘛是占多数啦吼。所以讲其实重点是讲阮伫咧看，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啦。另外主观的就是你看乡亲的一个互动啦吼。你看乡亲的一个互动，其实阮会当感受得到，伊毋是干那要甲票投互阮啦。因个要帮阮奉上。因个会去甲因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做这个奉上。对。就像去年，其实爱家公投，做侪人嘛是看衰啊。做侪嘛感觉无可能啊，而且我无大型的看板嘛，我什么拢无。但是阮有义工，阮有陆军，阮就是一步一脚印。我们就是很踏实的把这个理念传递开来。所以讲第6选区其实唔是一中同表或是台独的选择啦。其实第6选区是爱家立委兼同婚立委的选择啦。其实今仔是台湾要走向这个碳生济济的这个路，还是要走向绝囝绝孙的路，这是咱的选择啦。所以差不多其实我听到保利牧师来听主持人的一个分享，我只是感觉讲，其实台湾已经来到一个关键的时阵。关键的时阵，我相信讲今仔日民进党政府伊敢甲咱的公投没收，敢甲咱的公投拔输叫兼兵的，敢安尼做，若个互因连任，什么邪恶的代志拢做会出来啦。这就是为什么伫咧关键的时阵，我感觉讲我每当个好像龟缩起来，我们必须要很坚定的出来来面对这一个好像一开始人感觉你敢若咧陪跑，但是我感觉阮是愈来愈有信心，因为阮相信阮的奉上头会愈来愈多。这是一个洋流。它可能不是表面的海浪或是海啸，但是它是浅底下的这个洋流。这一群人是民调测不出来的。我相信讲这个部分，当然我一定爱做拍拼。对。我袂当，因为做者乡亲嘛讲我一定会投互你，但是你一定爱做拍拼呢。只差无流着目屎啊！我一定要做拍拼呢，因为我这票袂投互你，袂使变做废票。我讲我一定做拍拼。所以，阮做者义工一寡迄个姐妹。拢比我较勇敢嘛！我拍较足乌，行路，逐工下早行，下晡行，下暗仔行，总是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就像人体的微血管，每一个所在拢爱奉上这个议题，嘛，互人知影讲有另外一个候选人要出来参选，伊是爱家的立委。因为之前是无人知影讲有另外一组的人要出来选嘛，但是这个氛围会在不久的未来，甚至已经在慢慢的打破当中，这喜欢雄心的代志。对，因为像看这边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王定宇的话，依据你们就是说，这个
大数据的关键引擎来分析哈，8月6号到8月12。好，那我们看一下，来王定宇他正面是30.04，负面23.55，但是中立的，就是说，可能还没有表态的哦，有46.62，所以其实占蛮大部分。那在洪秀柱的部分，其实洪秀柱他的这个声量很大，是目前之前是说是第一名嘛，对。然后，但是他呢正面36.08，这还高过王定宇，然后负面17.85哈，这比王定宇小，这样看起来会变成说，洪秀柱好像比王定宇还受欢迎。另外，他中立的是46.07，都有46多，46%多，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们努力的空间其实还很大，对不对？因为选民其实也希望在国民两党之外有新的选择，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次这样子，如果依照这个看起来，因为现在可能翻盘的机会是很大，是，我们会一步一脚印的，然后不会会很努力希望不要辜负选民对我们的托付。对，那我们一进到立法院，我们就是会将这些事情做一个归正至少让台湾先止血了因为有人会认为说你这单一议题呀，但是问题是讲有单一议题，有人会感觉讲你那有什么意识形态但是我讲刚刚的那个例子，那一棵树，它的根已经都快要死了，你总要先让它挖起来嘛，其他的部分你还可以来修剪嘛。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政见不喜欢不爱讲。我们不喜欢开空头支票，而且我们也不太知道说一个立委他进到国会，他可以做到怎么样的一个发挥。现在国家的财政到底怎么样？整个都要去评估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是不承诺，但是这是我们的核心本务，我一定爱立比，一定爱先把这代志先处理，至少让现在的同性婚姻法要回归到公投的主文。至少你伫国中国校幼稚园，你袂使教同性恋的洗脑教育嘛。结果不是同性恋，用洗脑洗到比同性恋嘛，所以刚刚那个接续刚刚那个议题，其实很多人他小时候是在同性密友期，同性密友期就是查甫跟查甫佚佗，查某跟查某佚佗，这本来是一个同性密友期，这都正常的啊。这个16、17岁时的正常啊嘛，他们就会被异性吸引嘛。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老师，如果是给你诱导，你两个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有这个潜力，你去交往看卖啊，这样就唔对啊。这种教育我绝对爱拒绝。因为这是钓歹种，这不是钓好种啊！一个家族来突然冒出一个同志，这是一个钓歹种。当然，我相信我拢会用疼心，慢慢的给他挽回。但是你不可以，你规个国家你袂使用法律跟教育铺天盖地安尼洗脑，把国家洗成这种款嘛。包括健保，你台湾嘛是全世界唯一艾滋病的治疗是用健保来纳的，这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呢，有人咧探讨。所以一寡老人家讲，阮咧照起工咧纳健保，是安那迄保护伞愈来愈细顶，是安那迄药就拢用迄食迄无啥效的，当然啊，大家成本安尼纳的，全部拨过去互艾滋病治疗的人来用，这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这种代志，但会造成一个磁吸的效应，世界各国的同志拢来台湾来徛起，所以我感觉讲这种代志，其实我感觉无需要做很高学历的人，因心内就感觉讲，咱的政府到底是咧创啥？咱这个国家到底要政府要甲咱带去对一个所在去？咱真正有一个很有力的在野党咧甲咱感动嘛？无讲实在，国民党嘛30几席的立委啊，你同性婚姻法你嘛是无动落来啊，内底佫有7席是走票的啊，所以你内底内部的包袱、内部的矛盾，你特别要去处理。纵使阮这个政党很纯的，阮就是为这个代志出来。要甲这个同婚，所以讲有人讲这意识形态，我讲这不是意识形态。难道说今天多元，什么代志拢安尼插一个，问到有一个开空头支票，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代志吗？不是啊，我们不是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核心本务。因为安定力量，各个年龄层、各行各业都需要安定，所以那个政见平台那个是非常巨大的。包括我们最近在想青年人。老年的长照、青年这些都在一个政策的研议拟定当中。对，所以我是觉得说，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真的去试试看，进到立法院，那你国会较清气上，芒个 Q 哪一列安尼拔掉的，那侯安里去制衡，去做一个关键的少数去制衡。那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马修感谢制作单位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来宣传。对，因为原本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王定宇啊、洪秀柱他们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访问我们就安定力量新2位可能算是政治素人，来参与，让大家也能够了解你们的理念。那我相信观众朋友很多听完你们的解释之后，会对你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然后包括说，第二他卖开那个空头支票嘛，所以人要算进前什么机票拢黑白开，想讲开愈好，你就等我，结果里面了什么都没样子。
对不对？那刚讲的就很中肯，对不对？他坚持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然后进去立法院之后，他评估看看，到底有哪些部分是我可以尽力，我可以做得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去做嘛。对，这样的候选人其实真的蛮令人肯定的啦哈。那我们在伯利的部分，刚好我们看到就是说王定宇跟洪秀柱刚做的那个分析表，那我想大概其实现在中间选民真的很多，对不对？那在你那个选区的部分，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我伫菜市咧拜票的时阵吼，我拄到真侪婆婆妈妈吼手压的，甲我讲，这无可能改，这我们已经投票了吗？谁那个会安尼？谁那个会通过？查甫甲查甫会当结婚？这无可能。什么叫做无可能呢？因的心绝望了，绝望了。事实是，即马敢若是国家咧压制咱这765万票。所以当我安尼一步一脚印出去咧传递的时阵，他们在绝望中会看到光，会看到希望。所以这个人不是投完哦，这个人也真做咱的助选员。我讲，因不是替阮的助选，伊是替伊的家庭，全部拢当作家己咧选。所以全部吼，因拢会非常踊跃的，伫因的生活圈安尼甲传出去。所以你讲我明仔做，我就是逐工把握我们每一次的机会，我们把握我们有机会握手，有机会传递。我最近感觉做艰苦心的一点是。我逐工咧拜票的时阵吼，我就会去，当然有真侪人甲咱比赞，但是常常嘛会去互人比种子。哦，事实我是一个牧师啦吼，就是我陪伴做一个破碎家庭的囡仔，所以我去用比种子，去用骂，基本上我内面是无感觉的，我不会那么容易就受伤。但是我难过的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今仔也是同志游行哦，咱走去比种子。咱的可能就开始媒体大肆报道，这个霸凌。结果我是多数人，我伫遐要求的，不是讲叫你钱给我要求的是一男一女的传统的婚姻。结果我会去用比种子，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甲我比种子这个人，这个问题是咱的教育出问题。所以除非有一个爱家立委，伊就是要入去教育委员会里面一寡无好的法案甲改掉。我相信哪甲力一定拢有一寡爱家立委，但是伊有政党的包袱。对啊，好啊，但阮无正当的包袱。我虽然无资源，但是真正的资源就是这疼家庭的爸爸妈妈。事实上，北部有一寡财团要甲安定力量谈，我要下钱互安定力量，但是安定力量阮无愿意摕这个钱。你讲选举较无需要钱，哦，有一寡钱咱会当加挂一寡看板，哦，会当拍一寡广告，但是咱若摕钱就爱安那听话。所以有包袱，咱就无法度照咱的心。去做代志，所以阮决定无爱资源，无爱包袱，我们要照阮的心，安尼去努力，真心会去感动人心。所以现在你们要怎么样去拼选举？就是做这好选你东西去街头安尼起来，甲大家套赛时底下问好，你们也是这样的方式吗？这其中一种，其中一种。我即届咧下手的时阵，我发现因偌辛苦，很辛苦哦。安尼下手，安尼下手，安尼下手，才会疼。你也放在现在，90度鞠躬呢，也买生。真正是这不容易。其他助选员也当戴口罩啊，咱袂当戴口罩。我连哪里迄个做这油烟哦。对，辛苦。真的辛苦啦。虽然辛苦，咱无徛出来，会愈辛苦，所以必须要徛出来。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到菜市场去这样拜访嘛。哇，那每天都要用，可是你们又没有什么资源，对，你刚刚有讲嘛。对不对？这样选起来会不会很辛苦啊？其实没有资源会不会很辛苦？回响很大。对，回响很大。我来做一个譬如啊，阮昨早起吼，伫西门路甲健康路，早下7点外伫遐咧下手伫遐拜票。阮总共有13个义工伫遐。我无资源哦，但是这13个义工是安那？疼家庭的啦。有一个70几岁的金盆姐，也管啊，当啊管，囝来。也管那个对你出来拜票。我讲金盆姐，你徛伫咧遮咧下手吼，就真做阮足大的祝福甲鼓励，真的。所以你讲什么力量，互阮继续坚心行落去？当然一方面就是要行状况会愈歹，但是另外一面正面的是，阮看到足侪遮的回响，因为遐个疼心，我的副总干事姓石，阮结束拜票结束了，伊甲我传一个讯息，伊讲我今日去到现场，看遮侪人伫遮做伙咧为家庭站立的时阵，伊讲伊目屎流落来。你毋知阮出去咧拜票的时阵，我毋是为了家己的利益，阮徛入来政治，是因为政治是关乎众人的事，
是关乎我家的事。以前我把我家的事拱手让给别人，但是这一次我们要超越利益，超越党派，超越宗教，一起为家庭站立。对啊，那你在拜票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辛苦的啦，哈，一定也是这样子。我有当时要有一些私人的拜会行程反而我的志工都还是在外面咧泡澡，拢做热，是最近开始天气较凉嘛，嘿，无之前真正是做热，家这个尤其是姊妹啦女士讲你来涂一下防晒乳液，做这嘛是拢无迄个习惯啦，总是咱南关线个服务员又辽阔，所以讲其实是真很不容易，但是我真正会一步一脚印老百姓让了解。我感觉一个选举是不能打烟雾弹所以所有的那个议题要设定清楚，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做这个努力，大家人知影阮的理念认同我们的理念，认同我们的价值，这个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步一脚印来做这个行动的一个见证。对，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就安定力量嘛，现在出来算小党，你们的志愿就是说拼为第3大党，对不对？那现在除了国民2党以外，之前的亲民党、新党然后还有现在柯 P 的党，然后苏焕智成立的党等等这么多，那你们这样子的话，像你们这次安定力量在全台湾有推出多少候选人啊？就10几位。对，目前为止9月底第一次的记者会有公布10位，10位嘛，对，好像后面还会有几位一起加入，就还会有加入的。对，所以你们觉得在政党票争取这个部分有没有信心？还是一样的，爱家，对，爱家，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对，你讲一个议题，他不见得懂，但是讲家庭，尤其又有去年的公投，对，所以这个意识是最容易的给唤醒了。对啊，看到那个公投出来的结果，就会觉得真的信心又大增。所以我刚刚这届属实咱台湾的政治真正是乌烟瘴气，但是因为爱家总动员会用家庭的力量翻转全台湾，对，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是前3大的政党，这是我相信。对，所以这个部分也祝福你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一位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把你们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讲的，希望他们能够认同你们的，来，现在给你们机会讲喽。好，咱台南是一个充满文化的古都，文化是文化不是一时一刻会当去塑造而成的，文化是非常的顾情顾义，非常的你做这些细节当中，它不只是理性，它也充满感性。所以家庭嘛是安尼，家庭需要爸爸的理性，嘛需要妈妈的感性。大个家庭需要爸爸的保护，嘛需要妈妈的温暖，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阮这届我们邀请所有的台南的乡亲，咱是台湾的古都，我嘛是要成做台湾一个疼家庭、上疼家庭的一个古都，要呈现伫台湾，为台南开始翻转，从台南开始，爱家从台南开始，让爱家的力量翻转全台湾，从台南发出这个声音。对，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您个人本身其实之前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的资料，真的充满了传奇。那其实就是说你之前那一段，我讲明一点好了，之前曾经是黑道对不对？然后也做过很多的错事做过很多的坏事，然后后来就是突然间被感应到了，然后你就突然间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牧师。那这一阵子这样走过来，会不会有人质疑到你的过去？有吗？坦白讲还没有遇到，但是我愿意接受质疑，因为我改变12年来，对我是在做一个陪伴弱势中的弱势的生活，在台南的教会界都很清楚知道，真正无再有处理的，就是上来伯利的教会，对，有讨债集团招来教会咧来找人讨笑，但买一寡什么。艰苦病痛、辛苦病痛，阮教会真正是拢安尼出钱、出力、出时间的咧陪伴，所以我真正会当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以早歹势，咱台湾的立法委员拢是诸侯。拢是诸侯。诸侯伊就是安尼一代过一代，一位议员，为立委，因下骹的组织拢非常之强嘛。伊听袂到人民的声音，
但是咱知影人民的艰苦啥，我知影家庭需要啥，我知影家庭需要温暖，需要温度，我知影讲，大家人辛苦的点，伊咧流目屎吞北来的时阵，阮听到这个人的声音，阮就为伊来出声。对，其实我看到你之前的那些报道之后，然后想说，哇，12年来你可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是会觉得说，很棒的一个人。我其实是我个人呐，我看的不会说，指引你过去怎么样，我反而会觉得说，你这样是很赞啊，从不好，然后可以变成你以自身的经验去帮助别人，我反而觉得这是对你加分的。对，谢你。所以你要加油，谢谢你的鼓励，加油。谢谢。好，然后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讲呢？选你真好，选你真好，真正好。啊，我伫第6选区这个选战，我需要更较侪乡亲的知名度、支持度，我需要更较侪来拍拼哦。总是我相信这个婚姻家庭哦，这个议题是超越蓝绿哦，而且是更胜蓝绿啦。那咱这回来拍拼，不投蓝不投绿，投我替您出口气，让台湾会当好起去。啊，真正互阮这个机会，互你真好，来为大家来服务。啊，我对这个卖台的新的定义就是讲吼，你互台湾无人无钱，这就是新的卖台的定义啦吼。啊，就我家己来感觉来解说，就是讲台湾袂使无人，所以我反对这个同性婚姻法。我嘛反对用买卖金堂、买卖卵、租子宫去探做一个产业，这种粉红经济、这种人工生殖法，现在躺在立法院，这我嘛是反对的。台湾袂使无人，台湾嘛袂使无钱，所以我政见我坚持爱恢复特征组，嘛爱互这个刑可以上到大夫，袂使互台湾是两个世界，让这个司法改革的果实可以被验证。这也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引以为傲的司法改革。既然已经改好啊，所有应该爱有的这个制度。爱有的这个该办的就爱办哦，这些代志拢爱或者水落石出。台湾要先止血，台湾要先止血，就好像一只大的鱼在沙滩上，咱一定先把伊活登去大海，咱袂去研究伊顶悬有啥物伤口，啥物伤口，一定爱先互伊先登去大海。所以，互安定力量一寡时间，互安定力量的候选人一个时间、甲空间、甲机会，阮会伫这个中间谦卑的来。这个聆听上基层的百姓的乡亲的心声，我们会很具体的去落实、去制定一些可以制定、可以落实的这个法案，还有把它形成一个政策主张。我嘛用我的这个不要说人格啦，我得用我的活命来捍卫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的婚姻、家庭跟教育。谢谢，谢谢大家。好，今仔日咱非常欢喜邀请到安定力量2位候选人，一位是呢咱第5选区的立委候选人李伯利牧师，另外一位呢是咱第6选区的候选人，我们的李金鹤、李敬豪总召。这2位呢，拄则一定有讲出因参选的力量。我想呢，这是在蓝跟绿之外呢，观众朋友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多给他们加油，多给他们鼓励跟支持。再次感谢李伯利牧师，还有李敬豪、李敬鹤，我们的总召，谢谢你们。好，咱市民信箱直播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